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嚟，我係 Rita 玉天。今日嘅節目後非常歡喜，邀請到了解創作歌手，哇，佢隔前多年2年冇發表佢最新嘅專輯啊，是係你下當地嘅前項目自計劃嘅金曲歌后鄭雅娟阿斯塔，先邀請佢同大家問好定家下，好好來分享佢最近嘅冇係乜嘅啊，錄新嘅專輯了，來分享鄭雅娟阿斯塔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係大家嘅好朋友 Esther 鄭雅娟。哇，係大家好朋友。雅娟仲算叮當以外發行最新嘅專輯啊！嗬，我想大家都好奇，隔離2年仲算係做呢新嘅作品咧，你下推出嘅專輯用了木子嘅計劃，希望大家做得強下來繼續唱嘛。係啊，因為你做專輯是當辛苦嘛。係大家都會想講，做專輯用花咁多錢，其實真嘅會花咁多錢，因為你做音樂另一部分係最花錢嘅。其實大家會想講，一張專輯咩人幾百 K 甜甜嘅，因為做得按到又咪嘅80萬啊，甚至上百萬都有。係因為你音樂嘅部分非常嘅要求，你想用非常正經嘅呈現，大家應該要求。按要求起來呢，大概應樂手嘅錢，還有錄音嘅錢等等嘅中介都是當到錢，所以已經做到第3種啊，前2種呢，就會都係花自家嘅辛苦存來嘅錢做嘅專輯，所以禮拜是想講來去看募資後來大家動創作人都嚟個做嘅募資嘅，來支持自家嘅專輯嘛，所以就如果自家來去看募資，然後大家來。預講嘅專輯來看看了解青歌會用辦先。其實你咪當生氣，因為講到木子嘅計劃嚇，叫當冇強用嘅方案。譬如講，我是講，我機器叫錢，我冇需要你回饋。有為是講，我理下是從間講嘅預告嘅樣上班，你當好啊，你是做得那度提一首少錄嘅專輯嚇。香港做得加上，我可能你體重我冇買到，又講體重冇買到，我是做得夾練上下來搭配。冇寫講以後呢，雅娟叫我辦幾個 mini concert， 你是係咧座上嘉賓，要當到冇強嘅計劃。我喺想下木子咧隻計劃有隻挺神奇嘅寫稿，半夜咧粉絲，做得提早，做得來參與。你哋做專輯嘅咧歌唱當中，因為你粉絲專業，都會通知讓大家分享講，我哋下做啲乜嘅？譬如講，前2年楊萬興所有專輯地圖歌曲啲嘅配唱嚇，大家是啲講哇，呀萬興圖可能到70%咧，也到80%咧，我即將會拿到你最新嘅專輯了嚇，那是一種期待心情。大家每做的。你要專輯出來之前是開始的，地圖你也每一個階段應該有參與感，做得期待講，我會聽到埋歌曲，用翻嘅曲風，你歌唱咧，才強嘅聲音啦，你紅聲音嘅時間要極冇簡單，發生乜嘅神奇嘅事情，你講我116，稍早我又退翻，我又重新錄，譬如你這樣講安用嘅，有，所以你下目子你填嘅目標。你下到叫先嘞？你下中幾千元？哎呦，因為本來達到目標嘞。係本來係12萬啊，不過你下中是講嘅題嘛，我了還蠻送10萬，嗰兩個是又了解平推嗰邊又溝通一下講，因為有過幾%是做在調降你目標金額，所以我是強調到人哋如果講下來就講到10萬嘅樣嘢。我做呢檔生意，因為我真見當生意，因為其實你做文化藝術啊，嗬，係講用價錢來講咧，其實你係冇辦法定出嚟。不過你其實做一件事情是要支持，也係講你本來就是自由嘅新本命嗬，你本大家要硬係參與感，其實你主要係講本大家來感受一下，用百年走心溫馨一種專輯吧，嗬，冇係講正經攞你新本全部上落去，你80萬唔止啦，我當中嘅本後面有寫講，其實你擺嘅目標嘅金額都就是沒有辦法補貼你故意種專輯啦，所以是講
是来试看看啊，本大家有只参与感。来去搞看啊，係冇？去看看。係啊，呢一擺呢，其實咧準時做得糖到冇強用嘅正牙卷，因為呢下苗路檔要做得本大家吃糖嘅，要3條嘛。係要3條。喺個定家下節目當中，你咪會唱牙卷創意社團，希望本大家咧感受一下，先嚟準時做得糖到用半年嚟正牙卷呢，因為像體育種到見，哇，10年咧。10年呢，哈，體育種是係正牙卷嘛，體育種是 Heartland 心體，哈，看到你心跟度上去講嘅話，你心跟度到底要乜嘅天體種出乜嘅東西？第3種我知道當先前按到自家，不過唔係 myself 係 yourself， 希望大家看到用半年嘅正牙卷呢。我希望大家做得糖兩種種是唔係看到我，係看到你自家。係做得，因為兩種狀勢嘅關係，你做得很啊深層嘅感受自家內心。你係越來越行咧心靈路線咧。我其實我對靈性方面都有興趣。嚇，所以香港你係當學進入啦，係脈輪啊，你都有嘅，我都有買兩條書去看，都有興趣，所以我係。作品美有一點就往那種方向，去看自家嘅內心。你希望講所有嘅朋友聽到呢音樂，就得點靜下來聽自家心肝都會上嗬。其實呢種專輯嗬，隔嚟2年，我聽咗隔2年。呢2年當中，你有情漢麼？又係冇漢出差，做啲乜嘅事情？大家會當好奇，當冇漢啊，從。講做睇聽一種是表演嘛，表演過了是有朋友，佢哋可能知道講愛做得可以相信吧，嗰是搶愛做佢哋嘅專輯嘅製作人，係嗰從創下來福氣嘅好朋友，羅賓啊、曾仲偉仲有個佢嘅第一種專輯就係愛到佢製作嘅。其實做幾個專輯咪花太多時間，從一開始到最尾完成，差不多2年吧，係，所以我就做幾個專輯咪幫我學習到當到啦，因為做自家還有做配音係完全冇同樣嘅，因為你必須懂了解歌手，係佢嘅所有嘅狀態，佢還有你想嘅，你希望佢兩種專輯要呈現用翻佢嘅融合本台自家，畢竟係佢提一種專輯，佢整個那個形象係當重要嘅，係我大家知道重要個到底係用翻佢嘅形象出來，佢嘅音樂風格係用翻佢行，還有佢嘅唱歌嘅都冇問題，都。做製作嘅時間是非常嘅嚴格去要求配音，可是做自家專輯時間是非常要求自家，係。所以無論係做拍攝音嚟啦，擔任製作人，也係講做自家嘅專輯嗬。當然啦，心情冇強用，咁講家談到講製作人呢一件事情嗬，你當中要當到係學問嗬。我相信點做製作人嘅時間要錢都係先做，對你自家嘅創作有冇動態影響咯？創作嘅部分，我自家冇知道有冇嘅。我知道做製作人對你做音樂。嘅態度啦，喺個創作啦，冇咩影響嗎？創作嘅方如果係講寫歌嘅方，還是知道冇乜感覺。可是如果是做專輯呢件事情，是要動態嘅學習，係因為有陣時做配音嘅時間，你做得係要求佢，還有配音做得讓強下談呢個東西，會有不一樣嘅意見。可是你做自家嘅時間。冇人做得本你意見，係，所以跟上來談到冇從來上嘅時間，你用乜嘢？我是到佢會出本好朋友談，係，比如講查線器啊，我會準備，呀用班，還有我研學訓練嘅吉他老師、吉他手旭明老師，佢從我提這種專輯是讓我吉他錄音，都啲提上中沒有佢參與，係我問佢到。有乜嘅意見？係因為自家嘅時間真緊創下會留到當迷失，當我有盲點，錯冇？真緊哦！我講你係本一專業嘅音樂人、創作人來談，你咪係當好嘅幫手啦。
所以大家喺咩東西提講，你啊第三種認識咧，就喺堂堂用班嘅冇強用嘅音樂。當然當中啊，從一開始創作，到錄音，到開始後製 mix down mastering，全部你自己來做。冇啦，俺強哦。做混音之後都係交本專業嘅。咁個前期包含講創作了都係完全編曲咪係自己來做嘛。好，你啊真嘅冇簡單做得你啊很錯啲，你啊同大家分享發情都係心思。等下節目到咗啦，請亞娟咧從一社團新歌本大家欣賞，香港其實都分享佢哋一種新嘅專輯做講 myself no yourself 自家到底想能用乜嘢呢？好聽，做得嗎？做得，今日堂弟希望個祝福你，聽聽音樂心中越來越有智慧，喊個本自家心更多嘅計則，聲音未好，又係個聽聽音樂係見被療癒，又係個做越來越歡喜嘅自家。哇，恭喜恭喜！哇，所有朋友今日堂到亞娟哋唱呢條歌曲嗬，啲咧會嘅理由嗬，大家聽咧係咩聽咧音樂節目個，你係無論你電台會你啲解會嘅理由係乜嘅，又係講你哋係堅持繼續做自家嘅理由係乜嘅，看到音樂人佢堅持愛做音樂嗬，但是才冇簡單，因為音樂路行咧總係要啲故事，要啲碰碰迷惘嘅世界嗬，咁個做得。做自家熱愛嘅事情，其實你係當幸福嘅。好，所以家人哋唱嘅時節，其實同時我咪有感覺，我咪當了解講，到底你堅持夢想嘅世界，用人講路行要到峽谷，用班人做得坎過去向前行。雖然你班人就咁講做得坎過去，係，所以我有療癒、有鼓勵的感覺。係，我家下聽唱嘅時節。聽講你啊，跳歌曲本你自家啲寫嘅時節，韓國唱嘅時節，真緊會教係嗎？真緊哦，我哋嘅寫嘅時節還冇感覺，寫體語向我想講，就順暢一下，來唱看看又順嗎？結果唱嘅時節未還好哦，唱到最尾句我叫咧。因為最尾句係乜嘅？講會讓我強項，光會與我同行。對。可能有點人可能會過自覺，等下這個哭點是什麼？我那 Rita 有提過，Rita 很有感覺哈，就覺得這一句是不是真的有？因為你講有一種照亮你的心，有溫暖的感覺。該東西你叫的點係乜嘅？啱唔啲呢？當感同嗎？唔係，當悲傷嗎？是到當上嘅叫，當上嘅宣泄嘅感覺。係。咩感同，可能有點心酸吧。明白你，就有點悲傷吧。所以想到講，得了，我得了在 TQ 當中都在係，就是我的存在到底是真的要生來要做音樂的，是不是？又像是玩英雄。
所以是会下条跳过啊，所以就讲虽然讲有当时会球动很挫折啦，还会想会放弃，我觉得想好像这就是我在这边的使命吧，谁走进我俩看时间。我没有思考吼，我想可能很多朋友有没有思考过，到底我生存下来，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被造的意义是什么？哈，我有没有思考过？我感觉是紧做音乐，紧做艺术表演。今天上的时间有想不到想要做其他的某个事情，因为实在是动好做，你厉害的事，所以你是坚持下去。还个天天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。系啦，虽然讲当然会本意见啊，讲你应该要用半音做，掌握用半音。可是对于按照那种真正当坚持做自己事情的人来讲，是会觉得自己会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会觉得讲，假使我真正係照安用做的法，嗰是命爱咧啊，嗰是命爱的初衷咧，我当初做音乐係為乜嘅？因為愛好音樂。每條路都有幾困難的所在啦，所以當然你的朋友不看你啊，因為同小你啊，希望講你過下好啲啊，也講莫安辛苦啊，也講千存下多啲辯論講安樣嘅。不過其實講來講去，你自己人生是由你自己做得負責的。係啊，係嘛？你是做你想要做嘅。自己每次都講，自己要快樂，做一件事情要快樂很重要。係，有陣時我咪會求講。也會在那邊怨嘆說，講做嘛個，做得安辛苦。我真的用我的靈魂去做一件事情。有金曲獎又得獎，是因為要用靈魂去做。嘿，可是，好像又沒有很怎麼樣啊。嘿，又像新美國有那種比較厭世一點的我，對，偶爾還是會有。當然啦，是希望講做得台風台子咩，也係講很啊多人做得談到你嘅音樂嗬。不過我相信所有觀眾朋友，大家譬如講看今年節目，也係講你一旦是有來支持亞軍談嘅音樂，是做得感受得到你哋音樂當中你想要表達咧。當然講到將來咧，第3張專輯是幫大家好好來支持。好，我想今日談嘅亞軍分享佢嘅咧性感度嘅上嗬，佢想講嘅話嗬，咧第3張專輯我想係一種都好嘅表達，因為講 yourself 講到自家。講到自家嚇，幫大家當到嚟思考。韓國呢一種專輯幾種嘅設計，相片咪好，歌詞咪好，歌曲咪好，都要當強烈嘅。譬如講，你現場要演出來你哋宣傳照，哇，很空靈咧。啊，真的嗎？我知道是跟樹林地位那種冷色調。韓國你要試一下，有下點情嘅感覺，好冷靜。然後有一種靜謐的感覺，是上來問大家，上來頭先講嘅，對呢種專輯你會看到你自己。香港最近當下咪嘅精油啦，研究吧，研究乜嘅精油啦，精油已經有2-3年嘅時間，靈性方面是還後輩，所以接觸到精油是會多少會接觸到靈性方面嘅東西，因為精油到心靈層面係息息相關嘅，所以一開始搞精油是動線系統好高啊，因為大家精油嘅功能、心靈效益是不一樣。味道咪冇重要。係一個係講加到尤加利，加到迷迭香，加到薰衣草，好水摸係冇？我是自家都冇行，我想自家買當到精油啊。我除了音樂之外，發最多錢係精油嘅。哇！所以用你咪影響到你最新嘅啲創作嘅。我知道你嗰隻相片咪好，韓國。你厲害面容，好，你厲害心情，好，厲害狀態是喺到頭前，每隻階段都係多麼重要嘅。人生大家階段會有冇重要嘅呈現。係哈。自家頭前經驗咪冇想到講，第3種會係安樣型嘅呈現，但種都係比較驚喜啦。自家行到嘅點嘅時間是會自然嘅展現出來。係，韓國看到亞軍嘅相片，我貼起來佢講恭喜。因為新專輯係戲事嘛，哈，同時沒有哪一件戲事是講，你嘅身邊有
人个介你，了是声音当好的 partner， 嘿 ，soulmate， soulmate， 灵魂伴侣哈，灵魂伴侣啊。所以你哈唔系担心意思咧，好，韩国你有人个一介，你最好的伴，你系欣赏，你相片设计翕的，翕咧，嘿，翕咩专业的啦，是兴趣的。你讲我像去更了解你的。哦，係這種相片做得看得出佢對你有一切的認識，韓國佢當了解你，佢咪做得包容，做得感受到你想嘅表達咧。所以就相片新鮮的以後，韓國你當信任佢。哦，係啊，因為我拍之前我是有9線談過了種是全部過橋，我還有讓伊講我想要去樣板應該感覺，反而就是去，其實了解專是去有兩隻地方，本來係。是想講去一隻地方時候，叫佢做覺得好像少了什麼，我要有去後背睇隻地方補拍。哦，比如講，你一種 yourself 咧，算係封面照，你係點嚟會去嘅？你係馬武都，啲新竹關係，係跟三都咧。我順勢去約會時候誒，去揭山，可能冇需喊約會，因為你樹呢？樹呢係點嚟？東江明池係點宜蘭？你要體名講出來，然後分大家就在一起。明池就是好像總是這樣霧霧的，所以拍起來很有 feel。真嘅，你朦朧美分大家知道。你看兩百是動熊，而且安yên那種有霧的感覺。有點夢幻，有點神秘的感覺。就是剛剛講空靈的感覺。哇，空靈的感覺。哇，所以呢種專輯係當冇強用嘅正亞軍咯。等家下進到節目當中，繼續來談亞軍分享，到底音樂對佢來講係用扮演嘅身材呢？轉頭復起來咧 ，Rita 咧唱個金木耳嘅裏邊 ，Asta 正亞軍唱到亞軍安好音樂對音樂案件去，呢段時間影響你動態咧音樂人係嘛啥？呢幾年的話是美國嘅一位歌手，創作歌手，他是比較 R&B 路線，Alan Stone。哦，阿倫史東。我哋講王力宏係你嘅音樂嘅啟蒙者，所以你其實當下呢一種嘅嚇 R&B 比較 soulful 靈魂啊 R&B 這一些的。所以我哋講你阿 Alan 嗬，我未有去彈嘅音樂。哦，讓你哋係音樂，你真要受到佢動態影響。因為我自己冇感覺。你之前冇感覺？所以。我見佢聽講，我就韓國你係歌舞合唱嘅，音樂動翻嘅，動到係假音咧。係假音，其實我上妝未動到啦。不過禮拜嘅歌曲是真的音域變比較寬。你哋喺寫嘅時間有感覺嗎？冇，都係唱嘅時間。僅僅留言嘅時間讓我知道，因為留言嘅時間你是會去放大嘛。你也缺點嘛，該是放大嘛，所以就行動進是出嚟。係有咱從到一家上學嘅嗰種 level 有冇？敢用加山，堅唱。我係想講，來改一下你音，會冇？改是冇跟回頭咧。係啊，總得啦。其實要期待麼？嗬，無論係創作也係個特別來唱歌嘅時間。呢是一種新的挑戰。當好，因為寫嘅時間，當像呢聽到呢古典音樂，譬如講，馬勒好咧，好佢寫嘅曲，可能佢寫非常好嘛，嚇。不過唔係對大眾樂器佢都了若指掌，對呢樂器嘅演奏佢講非常難。不過對佢來講係突破啦。係從我入嚟，我錄音嘅時間，我係樂手，咪講我係過動難。就是每一個都是我的苦主。不過呢是係呢挑戰是會進步咧。真嘅係一動態進步。所以你咪對呢種專輯非常滿意咧。我就對我倆下嘅狀態來講，我就記係一個動畫嘅呈現。哇，動畫嘅呈現做得記錄呢種東西嘅，
那种专辑其實發展到係心思，韓國有特別 feature 一個咧加拿大嘅女 rapper 係饒舌歌手。叫做 Dynasty Williams。Dynasty Williams。其實我唔是佢啊。跟有冇落去合作？你就是你名如動發塔嘛。係。還是其實，因為我之前都我會平常時會看到YouTube 上會有音樂人嘅影片嘛。我那時有訂閱一個美加拿大嘅長笛演奏家。佢大家會認為講長笛是一種優美嘅樂器嘛，佢嘅表現方式就是很優美。咁我記得係誰來的哦？我要記得長笛嘅作品全部都是嘻哈、R&B、soul， 嘿，那時就哇，有人可以把長笛弄成這樣，真的很不簡單。還是就動喉糖，很有感覺。我要記得其中一條歌曲是有要搶到兩位饒舌女歌手來共下 featuring， 我那時就了解女歌手好像蠻適合兩條歌曲。其實也可以是咩簽機啊，有簽人回味。不過拄好解位呢，其實冇非愛。對，佢冇非愛講，我是先聽伊解釋。Dynasty Williams， 佢是非愛咧，佢講好啊，我來讓你合作。講我是到兩首歌曲嘅歌詞，和特別翻譯英文、中文嘅，因為佢了解講我兩首歌曲寫乜嘅嘛。係，我其實到兩團 rap 寫出來，我佢是參與兩首歌曲嘅錄音。哇！咁所以你都是靠名錄音看來傳奇係冇？係。你係有認識的哈？冇見面，係啊，冇見面，我是係有信件上的來往。你係咪當特殊嘅身份呢？用影視做得老國外嘅咧，係啊，過去你係真見當風片，拜科技所賜。咪係佢有認同嘅音樂，佢又為統計當你合作個。係咪係？所以大家咪當其他，佢 rapper 係用英文嘛？係。要教佢自己客家話嘛？冇其他人，可能有一天如果有緣相見，某時我去加拿大也見到台灣了，是個做得交流一下。你先攞鑽石本去彈，送你鑽石本去，送本去。彈你音樂，其實會講客家話啦。真嘅啦，經常是都經紅嘛嚇。所以呢一擺撈你加拿大歌手來合作，韓國貴州音樂其實還有加弦樂部分。係，你一擺嘅鑽石弦樂比重非常的重，幾乎每一首都有，而且係算係當主要的東西，就不太可能把它拿掉。所以我哋下對於做演唱會上嘅聽下都唔同，因為佢配置編制太多了。所以你一擺呢幾種鑽石嘅編曲嘅部分，樂器用喺下多係嗎？沒摸下多啦，所以它的弦樂的比重真的比較重一點。所以你也講像平常時從之前嘅鑽石嘅歌曲，我可能自家自彈自唱是做得清顯，可是兩擺嘅歌曲，但係使用我嘅感應自彈自唱，就會覺得少了什麼。因為知道佢音樂嘅分量唔大。個重要嘅東西冇做到。喺那上去彈咧，當其他講彈到先嚟陣時運用扮演咯，嗬。其實發達按到嘅心思按堅持哦，嗬。你知道到見後，你見講愛問自家，啲了不解理由，乜解本意講，真見冇병氣聽，唔甘願병聽，因為喜歡音樂。因為喜歡，不過你到見肯係當機情義啦，嗬。冇反對啦，線上咪當機情義錯。係。幾時請你講你想嚟做乜還是做乜㗎？係啊，從有上是我哋願樂當紅，比如講兩擺嘅牧師啊，有乜我都會攞佢討論。我想安做，你想用乜嘢？係，因為我本來都有意見，畢竟佢每倆做願樂嘅人嘛，佢會有另外一個看法。係，我都有看到嘅。當好喎，所以你也入判了哦，你故事啥了哦。咁下啲節目當中，你有談到一社團，你唱嘅，韓國你喺名錄當有兩個兩條做得本大家去聽嘅，讓大家介紹一下。一條是專輯嘅同名嘅歌曲《Yourself》一家，另一首歌係專輯嘅第一條歌曲。做得唱兩句嗎？然後風塵高樹呀，
係참應該，有心的人會默認，做得愛你。愛你。哦，你係一家，你係咪係動親情嘅一家嘅一隻對話？又到從尋愛的旅程。啊，剛剛寫起來如果大哭哎，有吧？我是大哭，然後把那個歌詞全寫出來。乜嘅事情？又讀到乜嘅事情？因為喺前年的時間有一些事情比較發生在自己身上，比較不好的事情。哦，老師冇有關係，係這你唔歡喜係咪？係作品的部分，就是有發生一些事情，或者是概念是信件然後是手頭動態這樣用，就會很容易爆發。對，比較沒那麼穩定。哇，是有創作的動力嘞。對，我知道你係對這個應該講係當痛苦的事情咧，因為該家系統係當痛苦的，可是偏偏該種事件寫出來的東西是係當好。動情啊，就是很掙扎，它是一個很。那也沒有辦法，你也講係冇個要歌唱的法，可能是想不出來的，所以其實哈，你韓國的路哈，白頭戲看哈，都係留下好的東西。我想愛用是當有價值的。其實該都係禮物啦，都係禮物。哎呦，當好哦，冇窮樣了哈。該還有一條歌曲係乜嘅？按到嘿。佢剛剛講嘿，好嘿，愛用有力的嗎？冇，唔係，係用半音。他就是嘿，敲門，敲自己的心房。嘿，你好嗎？嘿你，他也是一個很內心的跟自己的一個對話，是嘿，你有人生啊，創下我想講，你一生人都在一個對口嘛嘅，你有到底有錢到嗎？有錢到嗎？問一家，好，希望你們愛，我咪好好問愛自家。好，我想姊妹肯係再次希望大家來支持正亞娟阿斯塔嘅第3張專輯，按到自家 Yourself， 就在上來會去參與你目子嘅計劃。實到下禮拜10截止了。到20號，好，到20號。大家做上愛粉絲頁，愛最近創下一個搭檔，所以大家可能愛貼文時有個募資點網址，點落去就在參加募資的地區咧。好，第二位再次祝福亞娟新專輯期待了。好，希望你來分享。今日非常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，記得強下來支持優質嘅客家創作音樂哦。再次希望大家收看，等下邀請大家聽聽先生來做圓同了，講了了，拜拜。